来乡亲啊，这个暑假的期间，小琉球的人潮是滚滚滚，啊，这个海沙堡嘛呢如苍苍哦。除了人之外，搁准备少的高木船徛绑到铺谷顶顶，要落水是真困难，就要先通过定定的关卡。另外，这个平湖公路正在进行种树啊百里2.0的计划，所以大塞车，有人塞车是塞到袂动力路，仲要违规来走慢车道，结果去用开单。讲顶个月，这警察处地告发的案件都1000多件。真个游客去小琉球佚佗，所以讲，逐工差不多拢是安尼。看过有真个游客穿甲真清凉，准备要耍水以外，除了人济，沙堡嘛真济乱象。CUP 啊，独木舟这个都会去撞到我们要玩水的人，包含说会去撞到小朋友。大部船顶的物件伫沙堡蹲甲满世界，或者游客真倒单，就是讲真正有够咸。这强要比人搁较济啊！想要落一个水，就搁咧软来软去，除了去挡着人以外，嘛变成海龟进化生卵的一个阻碍。会邀请横向机关的一些相关单位共同来研商。渔港法管袂到的所在，即马相关的单位望管会使赶紧来找出解决的办法。人济所在要有变动。真的塞了。规条车路好车塞甲拢袂通。规拢太条条的。塞。虽然有警察咧指挥交通，不过车嘛是行一个停一个，行一个停一个。平湖公路种树啊百里2.0计划造成大塞车，不少驾驶挡袂牢，拢违规。车潮高峰时段每小时上看2800辆次，重要路段编排交通稽查勤务，以取缔违规行驶机慢车道为主。依照统计，顶个月总共告发1057件违规驶机慢车道的案件，所以讲提醒驾驶上好要有耐心，好好遵守交通规则，以免受到罚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